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我係你哋今次旅程嘅導賞員，我叫月仔。啱啱睇完嗰粵劇片段，你哋覺得點啊？係咪好特別？粵劇就係香港好重要嘅傳統藝術，已經有幾百年歷史，係以前人哋最受歡迎嘅娛樂之一。粵劇入面有好多角色，好似花旦、文官、武將，每個角色都有自己嘅唱腔、動作同服飾。你可能會留意到，佢哋啲衣服好靚，顏色鮮豔，仲有好多閃閃嘅裝飾。其實，粵劇唔單止係唱歌，仲有講故事、做動作、打功夫，甚至有啲好似舞蹈咁嘅場面。粵劇最特別嘅地方，就係佢用音樂同表演去講故事。演員會用唱腔去表達感情，好似開心、傷心、憤怒，仲會用身體動作去演繹角色。好似武將打鬥，花旦行路要好斯文。睇粵劇就好似睇一場結合音樂、戲劇同舞蹈嘅大表演。你睇下佢哋嘅頭飾服裝，分唔分到邊個係花旦、文官定係武將呢？雖然你哋可能第一次接觸粵劇，但我想你哋記住，粵劇係香港嘅文化寶藏。一陣間，你哋就有機會成為少少粵劇探索者，去認識佢嘅角色、服飾同故事。希望你哋會覺得粵劇好神奇，好值得學習，一齊保護我哋中華傳統文化。